娶我做翁的人无来甲我娶，我无啥交眼价。无啥交眼价。哎呦，安尼哪会用的啦？对，那你莫滚笑好无？即款的已经看日子的代志，什么无交眼价？我甲你讲啦，你心肝内你想的吼拢是对，但是这时到你到，免安尼啦。对，拜托好心好用的啦，你莫让你去食饭袂当安尼反起反倒啦。啊，大某迄媒人你嘛才摕你12万尔，莫我歹做人啦。那哥哥啊，无人安尼啦，你刚答应要嫁，即马佫无爱嫁，你黄牛啊！我黄牛，我甲你迄样的黄牛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今仔日结婚，这算我的终身大事，你知？啊，对方事主无来甲我娶，叫我包我甲你爱安尼去哦，安尼袂输敢若对人走咧，我无面子啦。啊，好啊啦，阿囝，啊，等人落来甲你娶就好啊，就带安尼去，好啦。咱兜是较善无毋对啦，虽然讲伊送甲200万的聘金来无毋对啦，也毋过吼，叫我安尼怎安尼去哦？我安尼这世人要有啥物幸福可言呢？对啦，爸，哥哥讲安尼有理呢。啊，竟然哦，阿嫂无来接哥哥，安尼表示无诚意。无过来讲哦，哥哥无要嫁。哎呦，对，我甲你拜托，我甲你跪好无？这时到年到看日子的哦，袂用安尼啦。啊，你即摆才是在大场讲无爱去，安尼要哪会用的啦？啊，免啥看日啦，若每礼拜拜六拢总是好日啦。哦，对，是安尼讲，咱每礼拜拜六就是好日啦。哎呦，啊拜六时啊，人大家拢下班啊，亲戚朋友较会到啊，迄红包毋才收会哇，对无？啊，若啉酒醉，隔天刚拄啊礼拜天困一工啊，所以讲这代志绝对要慎重。伊若无来甲我娶，我绝对无嫁。新娘小姐，拜托。我新郎啦。好啦，靠呀，莫计较我钱啦。安怎？你讲你无爱嫁，你若无爱嫁，咱敢有200万通害人？你爱知呢？甲恁爸缴钱吼，就20外害了去，啊，遮凊彩开大开30外，你哪有200万通害人啊？嘘，即摆是咧斗行情的啦，无小甲斗关系的，要来用的。你若无甲斗，即摆无甲拗落底吼，恁囝若嫁过互做翁会去互苦毒，你知无？嘿，你知？哈，200万是要算啥？200万便宜。你这是哪下关在求你？我甲你讲哦，阮囝安尼讲无毋对，无爱嫁200万害你。无啦，无啦，对啊，你若毋是讲哦发烧，就是讲哦心经病啦，200万的你哦，200万是要准几公斤？即摆查甫囡仔足抢市的呢。我甲你讲，导演电视因查某囝，甲出甲2啊2，我都还袂瘾呢。好啦，无你这个代志吼，我敲电话来问阮董事长，看阮董事长安怎答复，我来甲恁讲，安尼无好。那照你安尼讲，安尼伊若有亲身来娶，安尼毋才较差不多。这秦总经理毋知咧创啥，到这个时阵啊吼，也袂将倒的甲带倒转来啦，也毋加再讲吼，也袂甲决定讲今仔日要请客，可能无毋哪有开到大。我咧想吼，一定是咧倒的吼，食着番茄2个点安尼反起反倒啊，无哪会安尼？对啦，要哪会安尼？咱因老爸迄个排骨的聘金嘛，甲咱收去啊，伊哪有可能搁再变卦？你若无进当时几点嘛，到即摆无看到新郎。是安尼。电话打。我听。喂，嘿，我就是秦总经理啊。你到底是安怎？到这个时阵人还袂带倒转来？哈？要取消婚礼？嘿，我知。好，我再甲讲看卖，再搁联络吼。妈咪呀，你来讲要取消婚姻？就倒会讲你无本人去甲接啦，安尼场面无够大，毋知讲要取消婚姻。是啊，海倒伊是算啥嘿？我本人就去来娶，哼，伊这明明是要挑战我的嘛。话也袂用个安尼讲的，咱倒会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。伊甲青总的讲吼，这是伊一世人干那一摆尔啦。啊，你若无去甲伊娶吼，安尼伊无面子。伊无面子，我毋知影来去来跪，来去来高兴，来去拜托也毋免。人伊也无安尼讲啦，对啦。青总的讲伊迄边有讲啦，讲拜六甲礼拜拢好日啦，今仔日都拜五啊。无安尼，后日礼拜咱就来去甲接。好啦，要娶就来娶。哈喏，我来去准备吼。这颗死人倒的吼，伊就莫嫁过来，伊嫁过来吼，绝对要生笑。
董事长，新娘花抢。啊，你拢伫遮？真假啊？啊，讲爱阮来，阮已经来啊，啊，毋知新郎准备好啊未？是啊，本新娘官已经来啊，啊，迄个新郎娘毋知打扮好势啊未？准备好啊，准备好啊，啊，我叫，今日啊，人要来抓，人紧抓。对啊，等你呐，恁摸这份会足大步啊！先生要叫人做安排抹花啊，阿妹啊，我即马等下上新娘车了，我这花若等落，你赶紧来捡哦。是安怎？咱讲若捡花会较紧嫁人啊。真是的哦！不是啊，你若即阵就甲抢。嘿，安尼我毋才会较早嫁啊！我啊，即摆哥哥在要上这新娘车进前，毋着要还抹一个花，毋才会喜气洋洋。安尼哦，哎呀，来，这个互你啦。嘿，就一类哦。袂啦，即摆也袂热，人因兜拢有装冷气，免惊开线啦。唔是啦，这开始是你上车了吼，啊，就甲等咧涂骹安尼啦。啊对啊，麻烦干就免举就好啊。这礼数啦，这吼就是按人改个性，吼改性，啊你若去人兜了，较听人话，啊较得人听啦。哦，我知影你讲做俗语讲等这开线哦，做放性地。嘿啦。免啦，恁囝绝对无性地，我来因兜绝对拢放风吹。来，赶紧，时间到，赶紧上车。你嘛互阮干了，甲阮老爸讲一下话咧。阿爹，感谢你这30-40年来养育之恩。出去你家都爱较保重的了。我知。你都毋通早困晚精神了，你会记啉滚水嘿。阿爹，我要来去啊。哎呦，死神用要过去啊啦！好啦，啊人消失者煞袂用你了。爸爸，请你啊，保重。我保重，要甲你保重啊。爸爸，请你保重，爸爸，请你保我是要重。嫁唔嫁啦？赶紧的，时间到啊啦。是啊，嘛着新娘来牵的啊。嘿啦，都搁看哦，这嘛。无牵要来用的。都无咧开卡灌水大安尼，爱看。安尼老。那开会你去啦。无啊，你是安那两爸仔囝要总带过就对。甲你讲的是啥物话安尼？是要嫁唔嫁啦？会啦，紧的啦。咱会见笑，但是咧见笑声嘿啦，歹势噶，歹势声啦。歹势啦。哎呀，哦，这查某，爸，恁囝还袂嫁就遮歹啊，我已经踏入到幸福的第一步啊。